启示录第11章。我有领受一支笑，形亲像管影，阁有声对我讲：起来，去让上帝的圣殿甲祭坛，阁圣殿内敬拜的人数。毋过，圣殿的外院毋通让，因为外院已经交予外邦人，因为吞踏圣城42个日久。我要准我2个见证人穿麻衫，有权传道1260日久。这2个见证人，就是徛伫全地的主面前的2丛橄榄树，甲2支灯台。若有人要害因，因会对喙吐出火，将对敌消灭；若有人要害因，一定着安尼受杀害。这2个见证人有权通关天，互因传道的期间无落雨；因嘛有权将关水，互伊变做血，佮照因所爱，通不管时降各种灾害攻击大地。因见证完成了后，对无底深坑上来，迄只兽会甲因交战，将因征服，甲因杀死。因的身尸会倒伫大城市的街路，这个城市人甲伊比拼做索多玛，还是埃及。因的主嘛伫遐，互人钉十字架。3日半久，对逐个民族、逐个族群、逐款语言、逐个邦国，有人会来看因的身尸，毋准人甲因埋葬伫墓里。住伫地面上的人，会因为因的死来欢喜快乐，交换礼物，因为这2个先知有互地上的人受到苦楚。3日半过了，对上帝遐有活气入去因内面，因就爬起来徛，看到的人大惊吓，因2人听见对天来的大声对因讲：起来食。因就伫对敌的面前坐魂上天。对时有大地动，迄座城倒10分之，因为地动死去的有7000人，其他的人大惊吓，归荣光予天顶的上帝。第2个灾祸已经过，第3个灾祸连边到。第7个天使盆，天顶有大的声讲：世间的国，正做咱的主甲伊的基督的国，伊要永永远远做王。伫上帝面前，坐伫因的座位的24个长老，面趴落去敬拜上帝，讲：现在存在，过去存在，全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掌握大权。你已经做王，外邦大受气，你嘛发受气，死人受审判的时机到啦。你的奴仆、先知、你的信徒，甲敬畏你的名的，无论大的小的，你报赏因的时机到啦。败坏地的，你败坏因的时机到啦。伫天顶的上帝的圣殿就开，伫圣殿内，伊的约柜看因现，忽然有4人、扬声、雷弹、追弹、甲大炮，